今日帶大家睇靚嘢啦，喺珠海咧呢種洋房單位比較少有，而且有咁靚嘅河景嘅洋房咧就更加少有。哇，一梯兩伙嘅嗱，呢個戶型咧139個平方，4個房，而且咧係一個單獨嘅入戶位置，可以同大家喺呢度睇啊。嗱，呢個位置咧係一個單獨嘅入戶位置，相當之舒服噶啦。咁咧，廚房可以做成呢種加倒台嘅半開放式嘅廚房。呢個餐廳開間好舒服噶，呢邊可以做啲餐邊櫃。入門口呢個位置咧有個長輩房，超級舒服可以入去睇睇。咁我哋小區全部都係現樓嘅狀態。咁我哋門口咧有巴士可以返香港，直通香港嘅。咁門口有公交站啦，1蚊雞可以去珠海好多地方噶啦。咁我哋返萬達廣場咧8分鐘嘅車程嘅啫，非常之方便。如果我哋返港珠澳大橋咧，30分鐘左右㗎，非常之方便嘅。嗱，呢邊主人房都係套房嘅設計，帶一個270度嘅景觀飄窗，哇！睇河景、睇山景，哇，非常之舒服。嗱，呢邊有山景，咁我哋後邊又係背山嘅，背山面水嘅小區係相當少有㗎。所以今日睇呢啲絕對係靚嘢嚟嘅。嗱，第一個洋房啦，第二個佢有河景啦，第三個精裝現樓啦。依家咧開發商搞埋活動嘅，送2萬蚊嘅嗰個京東家私俾你，相當於咧送埋家私俾你噶啦。咁咧再送個物業費俾你。咁依家仲有活動，即係如果你嘅首期可以做低啲嘅，大概係10萬蚊嘅首期就可以攞低咁靚嘅洋房單位。嚟再次感受下呢個河景先，哇！河景山景好舒服。我哋依家2樓位置，如果再高幾層嘅話，呢個景觀更加之靚仔。門口有巴士直達香港，有興趣街坊留言啦。